这个手机播出的更亮一些。但是直播出去不亮，但是这边还是很亮的。对啊，直播出去就很亮。对啊，直播出去只有1080了。好看啊！哎，扎西1.8米，我1.79米啊。扎西1.8米，你这说啥呢？但是我要差不多，他180，我170。体重的话，他重很多了啊。看身体，也好。让女生版的嘛，这是。4个人吧，一起吧，有他们那样子，一起吧，一起，就放一个吧，这个太长了，这个4分钟太长了，跳个2分钟的那个世界各地吧，世界各地2分钟也不累，是吧？世界各地啊？对啊，都会跳啊，很简单那个。好像有点不一样。不是，没事，反正看不出来，4、5个人看不过来，1个4、3，几个人看不过来。刚放个世界各地嘛，世界各地他们几个人一起跳，就是新的那个人，就放这儿嘛，他是对着他们拍。雍正也跳嘛，一起嘛，到全舞。你们也去，你会去？勇儿也去。跳舞啊？世界各地。啊，对，世界各地。妹妹先跳一下嘛，先试一下嘛，反正只有。跳什么？世界各地啊？跳钢管舞吧，没事。那个不会。钢管舞。还是安路八部了，有点长哦。安路八部了有点长啊。是有点长。就太长，4分多钟。那就给放嘛，世界安路八部了嘛。
还有一个那个礼堂中嘛，它票不好，它是礼堂中嘛，它是那个世界各地它票不标准。打不他们的那个。这个是哪部？这个是叫，中间那个叫也是扎西那部。都要来了，我没时间了。后面的两个往外头站一点，往左边，这边。
哎呦。